如果有一日你做完醫美療程，突然間發現隻眼完全睇唔到嘢，你會點呢？ I permanently lost my vision in my left eye after a skin treatment in Korea. 到底呢一個係產品嘅問題定係醫生嘅問題呢？做水光針依家仲安唔安全？做醫美到底有啲咩風險？韓國咧就發生咗一宗關於醫美非常之不幸嘅事件。透過當事人嘅影片咧，我哋可以得知當事人 Esther 就去咗韓國做咗一次水光針嘅療程。喺注射之後咧，佢開始覺得左眼越嚟越朦，但係醫生當時就同佢講係局部麻醉嘅影響啦。I just couldn't see immediately, and I vocalized this many times. The thing is, the injector was a doctor I really trusted, so I wanted to trust them.They kept reassuring me that it was a side effect from local anesthesia. 而好遺憾咧，最終佢嘅左眼咧係永久性嘅失明。基於呢一條片咧冇耐已經係被作者下架啦，截至而家咧都冇最新嘅 update。喺呢一件事上面咧，我哋暫時只能夠獲取單一方面，亦都係消費者嘅視覺資訊。大家對於還原100% 嘅真相咧係仍然有一段嘅距離。世界各地嘅好多醫師咧都紛紛去討論，入邊仍然有好多嘅細節咧係需要釐清嘅。咁所以今次咧，我想探討嘅嘢就唔係是非誰屬，反而係大家一齊去深入了解到底失明嘅原因係啲乜嘢。作為消費者可以點樣避免呢啲情況發生？咁首先我哋要知道點解醫美注射會導致到失明。簡單啲嚟講咧，呢一種情況咧就叫做視網膜中央動脈阻塞，亦都係眼中風。通常咧喺我哋接受醫美嘅針劑療程入邊咧，如果當支針誤入咗血管而導致個物質塞咗條動脈之後咧，喺幾分鐘之內咧，我哋眼嘅大半個視野咧都會消失，而喺幾小時內咧亦都會造成視網膜壞死啦。呢一個情況咧，如果一發生咧，就要盡早處理，千祈唔好超過90分鐘嘅黃金搶救期，否則咧個視力咧就係好難挽回噶啦。咦，咁到底打針做醫美係咪好危險？其實咧，醫美嘅注射咧係分好多種。一般咧，我哋嘅水光針療程咧就係用細分子，譬如我哋嘅維他命 C 啦、傳明酸啦或者肉毒桿菌素，多數咧都係打喺皮膚嘅表層，好少咧會出事嘅。最常出現血管栓塞嘅話，就係透明質酸。透明質酸咧有分兩種，冇鏈結嘅 HA 就係水光針，相對上咧係比較安全啲；而有鏈結嘅透明質酸咧去做塑形啦、填充嘅效果，風險咧相對地比較高，但係咧佢都會有一個嘅解藥叫做溶解酶嘅 ，touchwood 出事咧都可以馬上去搶救。咁根據影片嘅記錄咧，其實 Esther 今次打嘅咧係 Juvloc 呢一隻牌子，呢一隻牌子咧有分兩種嘅分子大細嘅，第一種小分子主要我嚟打水光，做一啲保濕啦、膠原填充啦，咁就撫平一啲細細嘅紋理或者凹凸洞嘅情況嘅。咁但係咧大分子嘅 Juvloc Folium 咧，主要就係我嚟做翻個填充凹陷嘅情況啦，去做翻個支撐嘅效果。呢一個產品咧本身嘅優勢咧就係 PDMLA 啦加 Long Crosslink 嘅 HA， 亦都即係話咧其實發生血管栓塞嘅機會咧係非常之微。咁但係結果啦，遺憾嘅事就仍然係發生咗嘅。而呢一樣嘢咧亦都有好多醫生嘅疑問，因為咧事主咧喺影片入邊咧係提到佢最初嘅療程咧係做一個嘅 Skin Booster， 即係做水光針嘅療程啦。理應咧我哋應該係用 Juvloc 50mg 嘅細分子產品，再用水光針嘅手法咧去做施打。水光針嘅手法咧一般只係打喺我哋1mm 嘅皮下左右，施打嘅量咧通常一針都唔會過0.03 ml 左右嘅。咁我哋只會停留喺針皮層啦，甚至咧最多都係皮下淺層。要打入去動脈嘅情況咧係非常之微啊。咁但係咧事主 Esther 咧就強調佢使用嘅咧係 Juvloc 嘅 Folium， 導致到咧外界係好難去判斷到底呢個產品名稱有冇搞亂啦，定抑或醫生咧真係錯判咗，利用咗大分子去做水光針劑咧。不過無論點都好，其實大部分嘅醫生都認為 Esther 今次嘅悲劇咧絕對唔單純係產品嘅問題，而喺目前嘅證據顯示咧，反而係醫生嘅操作連番錯誤去導致到今次嘅事件發生嘅，包括係可能會用咗一啲尖針，而唔係用比較安全啲嘅鈍針去做施打嘅過程啦，又或者咧施打嘅時候過量啦，又或者咧係冇做到回抽嘅動作去確認到底有冇入到個血管啦。其實呢一啲嘅錯誤加埋咧，亦都會導致到產品咧係打咗入血管，最終咧就塞住咗我哋眼睛嘅動脈嘅。咁其實咧我都收咗好多 Q&A 啦，而大家 number one concern 嘅問題就係我哋係咪唔應該再去韓國做醫美療程呢？其實咧排除產品嘅問題，醫美療程咧講到底始終都係醫療行為，我哋冇嘢咧係緊要得個安全嘅。到底有冇話去邊一個國家做醫美咧係先至安全呢？全世界都有成功同埋失敗嘅例子，我哋唔可以單一嘅 case 去定斷呢一個國
國家係咪安全。而安全嘅準則咧係應該要睇醫生專唔專業啦、經驗足唔足啦。一旦出現咗問題，佢識唔識得去馬上幫你做急救咧？呢一啲咧都係我哋考量嘅因素。我哋冇辦法避免每一個1/1000嘅可能性，而我哋作為消費者咧可以控制嘅一個因素咧就係千祈唔好盲目去追求一啲平價啦，或者咧去過度相信一啲風氣或者吹捧一個國家去做一個嘅療程啦。今次呢一件事咧，我相信絕對係不幸，無論對於當事人啦，定係對於施術者咧，都係一個意料之外。醫美療程或者任何嘅療程都好啦，其實都一定有佢嘅風險。最緊要係去清楚我哋每一個嘅風險到底能唔能夠承擔，去評估佢個風險大定係細。只要消費者係理性去選擇一個合適嘅醫療團隊，而醫療團隊方面咧，亦都係遵守安全嘅操守同埋操作去進行療程嘅話咧，其實醫美項目咧仍然都係非常之安全。如果你真係醫美新手，唔需要揀一啲入侵性嘅療程，揀一啲咧比較簡單啲，或者注射嘅皮層咧係相對地淺啲，就譬如一般嘅水光針咁樣，自己咧熟悉咗呢一個嘅過程啦、風險之後咧，考慮過可以承擔先至去注射嘅。呢一件事發生咗之後咧，其實我見到咧網上邊咧係瘋傳咗好多不實嘅猜測啦，或者對於醫美咧一啲好negative 嘅 comment 啦。但係其實咧，我認為當發生呢一啲咁不幸嘅事件時候咧，我哋最應該係要反思同埋檢討呢一件事件咧背後可以帶俾我哋嘅一個教訓啦，同埋思考，而唔係去執着咧去踩低任何一個 parties 啦。尤其是依家呢個情況咧，我哋都仲未知道到底當事人嘅最新 update 係點樣啦，又或者咧涉事嘅醫生啦，或者診所啦，甚至品牌方咧，到底係如何去回應啦？咁所以咧，我哋只能夠 base on 呢一啲比較簡單啲嘅線索咧，去堆砌翻我哋可能睇到嘅一部分事實。咁希望咧，大家都會保持一個非常之中立嘅態度，去同我一齊多角度思考，同埋多角度去睇下唔同嘅面向。今日呢條片咧，如果幫到你嘅話，就歡迎喺下面 comment 俾我知。如果你仲有更多關於醫美嘅疑問啦，或者對於呢件事嘅了解啊，甚至有一啲小道嘅消息咧，都歡迎可以 DM 話我知，或者喺下面留言話我知。希望大家中意今次呢一條片，亦都會 share 咧俾你本身想一齊去韓國扮靚嘅朋友仔睇。咁我哋下條片見啦，拜拜。